自2026年7月19日，每日新眼光读经，神圣的受气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列王记下卷第10章18节到36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，列王记下卷第10章。耶和调集众人民，甲因讲：亚哈服侍巴力还无够，耶和要搁较热心服侍伊，所以就调集巴力所有先知、祭司，甲拢总拜巴力的人来我遮，一个都袂当无来，因为我要为巴力举行大祭祀。无来的，要互伊死，这是耶和的规矩，要杀死所有拜巴力的人。耶和讲，为了巴力调集严肃会，因就宣布，耶和派人去以色列所在宣告这个消息，拜巴力的人拢招到，无一个无来，因就进入巴力的庙，巴力的庙内人客甲满。耶和吩咐管理礼服的人讲，礼服摕出来，互所有拜巴力的人穿，迄人就摕礼服出来互因。耶和甲利甲的囝约拿达入巴力的庙，甲拜巴力的人讲：恁着详细诉查，恁中间毋通有拜上主的人，只有拜巴力的人会当伫遮。因就入去要献祭祀甲烧化祭。耶和已经有安排80个人伫庙的外面，佮对因讲：我将这人交互恁，若有人逃走，放伊走的人着赔命。耶和献烧化祭了后，对护卫兵甲军官讲：入去总台，一个都毋通互走去。因就用刀杀死所有的人，将身尸等伫遐，然后搁去到巴力庙的内殿，将条伤拢摕出来烧。因毁坏巴力的条伤，拆毁巴力的庙，甲伊改做便所到今仔日。安尼，耶和对以色列消灭巴力宗拜。毋过，耶和甲尼拔的囝耶罗波安共款，互以色列人陷落罪，就是去拜伯特利甲但的金牛。上主甲耶和讲：因为你有完成我看做好的事，照我的心意对待亚伯家，你的子孙要续接你做以色列的王到第4代。毋过，耶和无专心遵守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的律法，甲耶罗波安共款，互以色列人陷落罪。迄时，上主互以色列国开始衰微，随亚王合适拍败以色列，占领约旦河东边基列全地，对阿伦山谷附近的阿罗尼起，到基列甲巴山，就是迦得人、路边人、马西人的地区。耶和其他的事迹，伊的所做，甲伊的成就，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书。耶和转去伊的列祖遐了后，安葬伫撒玛利亚，伊的囝约哈斯续接伊做王。耶和伫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，总共28年。神圣的受气。宗教改革家加尔文捌讲：当上帝要审判一个国家，伊会互因邪恶的领导者叛变的耶和，亲像鸟的一般，满手血刺进入北国以色列首都撒玛利亚。作为新王的耶和宣告，伊对巴力的侍奉将要比亚哈搁较热心。伊对撒玛利亚居民讲，所以着调集
巴力所有诶先知、祭司，甲拢总拜巴力诶人来我遮，一个都袂当无来，因为我要为巴力举行大祭司，无来诶要互伊死。叙述者指出，这是耶和华的诡计，要杀死所有拜巴力的人。耶和华用计，假做要向巴力献祭，随将埋伏80人，要甲拜巴力的人赶尽杀绝，拄亲像伊安怎对待亚哈一家。就安尼，耶和华甲以色列境内一切神条和庙宇拆毁。互供奉巴力的庙变做便所。两记下卷第10章交互出现公义的，也是正直的。最高峰是上主对耶和华讲：因为你有完成我看做好的事，照我的心意对待亚哈家，你的子孙要续接你做以色列的王到第4代。耶和华占卜、欺骗、杀戮的作为，竟然是正确，搁实现上主的心意。这也说明，歹人，特别是攻击上主的歹人，报仇是上主所重视的。耶和华的报仇手法，拄亲像乖僻的亚哈家。上主容阮以用乖僻对待乖僻，用残杀对待残杀。台湾国家人权博物馆自2004年起，推动将28以白色恐怖威权统治时期统治者侵害人权的发生地点，定做不义遗址，作为国家违反人权不义行为的历史见证。透过标示甲保存这个空间，呈现威权统治时期的不义事件，对着时间更替和环境变迁，当年真侪不义场所，已经变成人民日常生活的所在。历史轨迹伫无上目的角落逐渐受湮灭，亲像当年厝体私烟的天马地航发生屠杀的吉隆北岛车站、嘉义火车头前、台南民生绿园，现今改做唐德宗纪念公园。原高雄车头顶不义遗址，因留落威权时期的历史印记，除了互后来的人记得不义事件，也是国家对政治受难者的记忆补偿。身为基督徒，应该学晓辨认什么是不义，什么是上主的义。咱相信上主的义将会伫历史显明，无论伫以色列也是台湾。伫古早的以色列，耶和华的杀戮行为是明显的不义，上主却借这实现伊的义，实在超越人的想象。伫今仔日台湾，透过国家推动的转型正义和不义遗址重现，互人得以记牢历史，捌发生伫这块土地的悲惨故事。我相信这拢是上主神圣的愤怒之展现。默想，我对台湾不义遗址的历史认捌偌济？我安怎理解这历史？我对台湾不义遗址的历史认捌偌济？我安怎理解这历史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主，求你帮助我，搁进一步认捌台湾的历史，搁对过去的悲惨历史学到教训，帮助我辨明你的义甲权势者的不义。
互我行伫合你心意的道路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